先生，您是开农业搬运车摔跤吗？哦，先生，你是农业搬运车往下来的吗？哦，先生，你是农业搬运车往下来的吗？是的，俗话说，倒霉真倒霉，走路一直跌。嘿呀，人講好水唔水，行路步步跌。嘿呀，人講好水唔水，行路步步跌，卻跌到這麼嚴重，啥跌都按上當，啥跌都按上當。頭部有撞到嗎？哦，頭哪有撞到冇啊？哦，頭哪有撞到冇啊？沒有撞到頭部，但是整個左腳好痛，冇撞到頭哪啦，不過規支嘅左腳當痛，冇撞到頭哪啦，不過規支嘅左腳當痛。您是左腳先着地嗎？對，你左腳先踏地嘅冇？錯噶，你左腳先踏地嘅冇？錯噶，胸口、肚子有撞到嗎？有撞到，個胸前、肚子有撞到冇？有撞到，個胸前、肚子有撞到冇？有撞到。您現在會不會痛？你一下還會痛冇？你一下還會痛冇？有一點，有一些的痛，有一些的痛。請您手舉起來活動看看。哦好，將老鼠站起來挺痛一下。哦好，將老鼠站起來挺痛一下。胸口會很痛嗎？還好。胸部會痛冇？行唔到位。胸部會痛冇？行唔到位。您現在最痛的地方是哪裡？你一下哪大位嘅筋痛？你一下哪大位嘅筋痛？左腳，左腳，左腳。左腳這個地方嗎？沒錯。哦，左腳也大位嘅係冇？冇唔錯。哦，左腳也大位嘅係冇？冇唔錯。俗話說，男怕腳腫，女怕頭昏。人講男驚腳腫，女怕頭暈。人講男驚腳腫，女怕頭暈。您的腳看起來腫得蠻嚴重的，我們先幫您照 X 光，你叫可以來動作哦。我哋先讓你照 X 光，你叫可以來動作哦。我哋先讓你照 X 光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您之前有沒有藥物過敏的情況？沒有。哦，你先前會藥物過敏冇？唔會。哦，你先前會藥物過敏冇？唔會。有沒有開過刀？也沒有。有開過刀冇？沒冇。有開過刀冇？沒冇。了解，請您旁邊稍坐。了解咧，將順後先坐一下。了解咧，將順後先坐一下。我先幫您的腳做固定。我先讓你腳固定的，我先讓你腳固定的。照完 X 光後，再看後續治療方式。X 光之後，再看接下來怎樣辦治療。X 光之後，再看接下來怎樣辦治療。好，謝謝醫師。好，醫生按指示哦。好，醫生按指示哦。